他今天遇到困难了，但他从始至终都没有想过要召唤我。所以，堂堂龙王觉得自己不被需要了。你呢？从白天等到了晚上，人家也没想找你啊。我想绣龙。哦，龙。龙王听见没？阿玉应该心里有你了。我要能把尉迟哥哥手帕上那半条龙补齐，他一定很喜欢。青青姐，这是你的吗？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哎呀，你说你们人，男子送女子香包是什么意思啊？自然是喜欢。你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不可能吧？别装了，挺傻的。怎么又是你呀？怎么又是我？阁主看到我应该很失望吧？对，看样子这是没见到人，见到了，但没被召唤。说明阿鱼今日无灾无难。不对，他今天遇到困难了，但他从始至终都没有想过要召唤我。所以，堂堂龙王觉得自己不被需要了。你呢？从白天等到了晚上，人家也没想找你啊。这里是他家，夜深了，他自然会回来。酉时已过，你身为他人间的大哥，也不管管他去哪儿了。他以前叫龙青青，自然我是他大哥。可现在他叫雪青青，那自然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。唉，你说他会去哪儿呢？不会是在阿鱼家吧？你要去找他吗？不要。那你就慢慢等吧。你为什么不召唤我？你的萤火虫关了？难道是？